才甲伊撮起来吼。今日的经文来到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9节。吼，耶稣真正是草地人吼，耶稣的比喻都是农业社会吼，农业渔业吼。会当想象伊若是伫耶路撒冷咧讲遮个故事的时阵吼，边仔遐个文士、遐个法利赛人会安怎看耶稣吼？好来，今日有人来问耶稣讲吼，迄个加利利人吼，耶稣吼，甲耶稣讲就是本丢比拉多甲因个火吼掺伫伊个生礼内面吼，这是咧讲啥吼？讲到本丢比拉多吼，比拉多啊，咱大家来介绍这个人吼，爱介绍这个人。伊是啥物人？本丢比拉多，伊是犹大省吼，犹大省第5任的巡抚吼。啊，伊的任期差不多是伫主后26当到35当之间吼，无介久吼，差不多10年之间而已吼。啊，到底是在讲什么这个状况？各位兄弟，咱有去想到无？啊，耶稣的时代要判耶稣死刑的是本丢比拉多，伊是罗马帝国的巡抚。啊，迄个时阵，阁有分封的王希律对无？阁有希律王吼。啊，阁有遮个大祭司，到底迄个时阵、迄个时代是啥物情形吼？那个政治宗教的权力是安怎分配吼？大概介绍一下。这个希律大帝知影无？希律大帝是做一个，就是耶稣当他生的时阵，啊，迄个东方的王的博士要来敬拜耶稣，就迄个王啦，杀死2岁囡仔迄个王，有没有印象？我们圣诞节都演他的戏啊。好，那个时代的是希律大帝，伊管辖的所在上大，吼，就跟所罗门王的版图一样大，吼。迄希律大帝，希律是以东人，吼，是以东人。后来啊，伊死了后，伊有3个囝，亚基啦，不止3个囝啦，是讲这3个有封到了吼。整个版图吼分给这3个王吼，亚基老、甲希律菲利、甲希律安提帕斯吼，还是讲安提帕。啊，因的所在吼，大概讲一下，亚基老的所在的甲耶路撒冷较有关系吼，就是犹大省，就是包括撒玛利亚、犹大啊，甲下面迄个以图买，这拢是亚基老的。啊，那希律菲利呢，伊是分伫加利利，就是比撒玛利亚较悬迄地所在加利利。啊，毋是，希律安提帕第3个迄是伫加利利。啊，中这个希律菲利较无关系，它更北边吼，伊比加利利较北边吼。啊，因拢无处理好势吼，亚基老无偌久就去互罢黜啊。吼，所以互罢黜了后，我都讲过，伊本来是管犹大省，就是包括撒玛利亚、犹大甲以图买，就是犹太人上重要的所在。啊，他被罢黜，迄个所在做歹管理的，所以变成是罗马帝国以直接管辖，所以派什么？派巡抚来这个所在，在迄个情形无？好，就是不让希律王管的子孙管啊，是罗马帝国家己管。好，犹大省啊，包括什么？撒玛利亚、犹大啊，甲以图买是比较下面。好，啊，希律菲律赶快。很北边，啊，希律安提帕一样，是在加利利。啊，希律大帝的孙啊，亚基帕一世，他又与细汉跟凯撒做伙大汉，好，所以他就很得到信任，又把整个都接过来哈，等于讲亚基帕一世也版图的又跟所罗门王帝国的版图一样大，好，亚基帕一世是什么人？就是耶稣死的时阵，迄个希律啦，吼，亚基帕一世上台西来，好，恁有上台西施洗约翰，有一个希律王台西施洗约翰，应该是希律安提帕，好，
啊，亚基帕一世是亚述迄个要定十字架那个时候的希律，啊，亚基帕二世是台西雅各迄个希律，就是已经到使徒行传了哈，台西雅各迄个希律哈，哎，大概就知道了吧？要看地图，哦，要看地图，这整片是巴勒斯坦，啊，那较远看袂到，迄是迄个，这个叙利亚土耳其哈，哈，啊边啊这海是地中海，好，那你注意看第一个星星出来哈，没有出来，好看，好，亚鲁撒冷，所以那一块是什么？黄色那一块是哪里？犹大地区，好，它的下面就是以图买，啊，它的上面是什么？撒马里亚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所以这一块好多讲诶，撒马里亚、犹大跟以图买是希律安提帕斯所管的，亚基老管的，啊，今嘛往上，往后罗马帝国派上，啊，比拉多啦，第五任哦，比拉多第五任，迄是这衰开派去遐啦。哦，因为这几任回去差不多都被砍头，哦，因为犹太人这派惯的，他们常常会起义革命，哦，这派惯的哈。那安提阿，比拉多又很凶，哦，今日的故事就是讲比拉多台西加利利人去献祭的人哈。呵，这个就是为撒马利亚、犹大跟以图买。亚鲁撒冷底下的所在，伫沿海边啊。第二个星星，这里是该萨利亚，这个才是整个犹大省的首都。就是比拉多本来伊的行馆是伫遮，好，该萨利亚。啊，好，恁看耶稣的故乡，底下拿撒勒，啊，你大概知道吧？拿撒勒，然后有没有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加利利海？耶稣以团冈以得利的所在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所以以这个三个城市，下面迄个是亚鲁撒冷，啊，靠地中海该萨利亚，凯撒利亚，啊，加拿撒勒哈。所以今麦今日讲到的故事发生伫亚鲁撒冷，亚述底下的刚德哈，大概知道是这个状况。比拉多伊讲到，哇，我比拉多想唔对，哈，伊讲比拉多甲那。将一寡家己人的血掺伫伊的祭物内面、生类内面，这是在讲什么？这个讲法不要被他讲得好像很奇怪，好像这个其实只在描述说，这个家己人来耶路撒冷要献祭，啊，毋过这个人叫比拉多呐，抬死因的血吼，因的血淋伫因的本来要献祭遐个牲畜顶面啦吼。不，就是要讲比拉多暴杀吼，残虐的暴杀加以献祭朝圣者，要讲这件代志难尔吼。啊，是安怎不？这个对话会走去遐去吼，今日是13章1到9节，啊，那讲到12章的时阵吼，耶稣在教示讲，恁得爱分辨，恁得爱判断，吼判断这个时期，判断对甲毋对的代志吼。讲了的时阵。这些人就要来判断啦，吼，他们就要判断了。伊就判断说，安尼耶稣这件代志要互你判断一下。这加利利人吼，你家乡的人哦，这你的家乡的人来耶路撒冷要献祭，结果去安那？去本地比拉多安那？抬死吼，要来献祭，要来敬拜上帝抬死。你要安怎看？你要安怎看这件代志？其实犹太人拢是安尼想的啦，传统的犹太人会认为讲，啊，你若拄到灾厄歹代志，表示什么来？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你若无好好的无代志，去拄到歹代志、恶事像这款的，要来献祭，煞去互比拉多抬死，安尼会表明什么？恁遮的人吼，一定安那？一定进前安那？做什么歹代志吼？这是上帝的代志，所以你可以拄到这款歹代吼，互去比拉多抬死吼。这个之前我讲过，这种想法叫做什么？神议论吼。
就是咱若去看到有人有拄着无好的灾厄、困难、患难，啊，咱就开始想讲，吼，即个吼，即箍安那，吼，即箍一定安那，一定无风险啦，是毋是？吼，无来做礼拜，吼，就开始拄着即款代志。哎，会不会啊？跟阿姐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台湾基督徒常常这样子啦，吼，那对了风灾啦、地震的说，哦，你看，迄个所在人拢是咧拜偶像啦，所以即摆地动啊啦，地死了了啦，吼，土石流阴了了的，哈，你们继续拜吧。哎，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哦？好，咱台湾基督徒常常安尼吼，无拍算耶稣2000当进前的讲过啊，吼，因讲哇，遮个人吼。无代无志，去比拉多抬死了了吼，安尼到底是安怎？耶稣搁另外讲一个例吼，耶稣讲一个例，伊讲西罗亚楼吼，圣殿的一个城，一个楼，一个高台，变过的时阵，倒去的时阵吼，第48个人吼，那个修理的工人吼，恁看这是安怎？吼，耶稣要讲的是讲。这些被谋杀、伫意外中去死亡的人，敢有比其他耶路撒冷的人更较歹、更较恶、罪更较大？因本来要问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人吼去互比拉多杀死吼，因是要来献祭，既然去互比拉多杀死吼，已经是因进前做什么歹代志？耶稣，你不是要我们判断吗？我判断给你看。一定是因为进前做歹代志，要来修理圣殿的人呢，他们是来修理圣殿哦，西罗亚楼吼，煞去安那，去地死，所以这人是毋是嘛是安那？去来修理进前无洗手是无？嘛是做歹代志，所以才会被压死。耶稣问说：你们认为，恁敢认为这人，无论是去互比拉多谋杀的，也是去互塌楼安尼意外地死的人，因这人敢比耶路撒冷人更较有罪吗？其实耶稣讲这客气的，耶稣其实是要讲啥？因敢比因的罪，敢有比恁的罪较大吗？你们在判断这些人进前一点做什么歹代，所以开始拄到这个患难。才会歹代志，歹结果，无好的结果，死亡。毋过耶稣在提醒，因敢真正比恁的罪搁较大吗？耶稣讲，恁若无第5节，恁若无悔改，安那共款，拢要照安尼灭亡。耶稣在讲什么？唔通凊彩要徛伫上帝的位来审判。虽然较大，进前12章，耶稣鼓励因，恁看天气的变化，恁会晓分辨，即马是啥物节气，是啥物时阵吼？恁大家会晓判断代志的对，也是毋对，有适合无？毋过，毋是叫恁徛伫上帝位，要来实行审判。看到人有无好的境遇。就开始咧想讲啊，这个人进前一定得罪上帝，一定做啥物歹代志。伊讲毋是，毋是安尼，真做上帝要审判别人。恁爱做的代志是爱悔改，若无悔改，拢要灭亡。其实较好的意思是讲，若无甲上帝和好，拢要灭亡。这是为耶稣基督迄阵所传的道理，一直到新约保罗，也是其他的使徒拢讲共款的话，爱悔改。迄个意思就是爱甲上帝和好，若无甲上帝和好，恁拢共款要灭亡。所以耶稣就讲一个例，第6节讲一个例，一个比喻说，某人有一个人有一丛无花果树，栽伫对葡萄园。有感觉怪怪不？没看过无花果树哦，无花果树差不多3公尺到4公尺之间，安尼有悬无？那生好的无花果树3、4公尺
啊，葡萄园有去过？葡萄园我们去过啦。葡萄园安尼生起来藤蔓安尼外观，嘿，差不多2公尺以下，哈，1公尺多，好。我咧讲，耶稣咧讲这个比喻有怪怪不？好，都没有发现。各位这咱头先跟要看到细节，要去想。他可以不要说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，他可以说什么？有一棵什么无花果树的好啊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无花果树的比喻耶稣我们来讲过了盖起啊，对不？没有讲过在葡萄园里面的无花果树呢，是不是？有意思不？各位这我给您提醒过吼，咱看圣经吼，看到废话就是什么？就是重点。什么是废话？伊免安尼讲诶，伊竟然免安尼讲。这个故事那个葡萄园提掉，有什么奇怪？有没有让你们无法了解？这个故事把葡萄园拿掉，会不会就变成无法了解？拢无啊，伊也无讲到葡萄的代志啊。伊咧讲迄张啥？无花果树嘛，对不？啊，是安那要甲恁讲，这张无花果树是栽在什么？葡萄园。啊？会占葡萄的位置哈？这一根是很进一步的发现哈。啊，占的其实是位置而已嘛。你们是天龙国人哈，耶稣是草地人哈，耶稣的比喻我咱天龙国人想无啦哈。在巴勒斯坦遐的所在哈，它有果园 orchard 哈 ，orchard 果园，就是会当种无同款的树啊，无同款的果树的迄种果园。嘛 vineyard 是啥？葡萄园。你敢有看？你敢会去看到农夫甲葡萄园，啊，搁种香蕉，啊，搁种葱啊，啊，先刷搁种一寡条啊，会安尼种没啦？没啦，他葡萄园就会整片什么？葡萄园哈，因为有它的栽植的方法，有它的收成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安怎伫葡萄园内面有一张啥？无花果，而且我还都讲过，无花果外悬。3公尺以上，3公尺。啊，葡萄园呢？葡萄藤呢？1公尺多。安尼看起来安那？就看到一丛啊啦。哇，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对不？啊，菜地对。葡萄园，迄是一件最奇怪的代志。迄那农夫早就甲安那撤掉啊啦。啊，结果这个人安那。而且从他的原文才看得出一些艺术啦。这个人是主人伊讲要甲撤掉，啊，不过边仔的啥？伊讲管园的奖，管理员的奖，园丁，他用的名词就是葡萄园的园丁，不是果树园的园丁。知影我意思不？就是表示讲，这个真正是 vineyard， 真正是咧种葡萄树的所在，是袂去种别项树的。啊，不过去加一张啥？无花果，这个是不寻常的情况。伊讲啊，请个容阮伊听候我四围屈互桑应肥。这阮迄个台语迄个罗马语老师蔡长乐搁讲一个应肥。后来若结果就好，若无你甲甲伊吵起来。搁下在一起咧讲啥？伊讲即个主人讲伊来即个无花果找几冬啊？找3冬。啊，若找3冬，即丛无花果树底下就不止3冬啊。一丛无花果树要栽好，要到生爱3冬。啊，你若看利未记伊安尼写。伊讲3冬
起来已经开始会当结果子的树啊，第4当袂使挽来食，迄是属地耶和华。第5当才会当安那，才会当挽来互人食。所以讲，伊来找3当是要找果子对无？所以，互你摇即马几当啊？几当安尼算袂出来？来算看觅啊！安尼迄个时阵，迄张树仔伫遐几当啊啦？8当。啊，着3当袂当挽啊，对无？不，3当开始咧生尔嘛，第4当袂当挽嘛，第5当毋才是第1当，对无？第5当会当挽啊，是第1当啊来找第2当，佮找无，啊佮来找安那？第4哇，迄张树仔伫安那？7当啊呢，就是很突兀，应该爱撤掉的树仔伫遐徛偌久？徛7当，对即个主人来讲，已经安那忍受袂掉啊！吼，安尼甲你，互你生伫遐生啊久吼，啊佮无果子，安那撤掉？有没有够宽容？有没有够宽容？有啊！吼，你无应该伫即个所在的树啊，互你伫遐几当？7当啊！吼，早就应该爱撤起来啊！啊，毋过即个园丁和照顾的人讲安那，主人卖啦，佮互安那，佮永远1当。我特别，吼，特别要甲伊的边仔的土掘互松，吼，哦，掘，对，爱掘吼，毋是掘互松，啊，甲硬肥，吼，撒肥料，吼，佮互伊1当试看觅啊，伊若会当生出来，安尼就好，无代志。啊，若佮我安尼特别甲照顾，应肥了后，佮无生，要甲安那，要甲撮起来。佢像这耶稣咧讲这个比喻是要讲啥物代志？吼，这张树啊是徛伫温顶内面的树啊，吼，迄若照道理早就应该安那爱撮起来啊。这张树啊是徛伫温顶内面的树啊，是要听候园丁咧听候伊会当结果子，伊若会当结果子，就会当互伊搁活落吼，搁继续伫迄个葡萄园。啊，若无结果子，把伊甲撮起来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这毋是果园，毋是 orchard， 是 vineyard， 是一个葡萄园。吼，所以耶稣要讲的是，恁正人，即以色列人，恁拢是徛伫上帝的稳定内面。吼，上帝有大大的永稳稳定伫恁的心上，要听候恁安那？结果子吼，啊特别永远遐久啊，啊佮甲恁掘土掘互松，甲恁应肥。你若抑阁无要结果子，就要甲恁安那撮起来。吼，就是抑阁无要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抑阁无要悔改的话，就要甲恁撮起来。吼，问题要问的，即个这个结果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结果子。什么是结果子？嘿那基督徒听到结果子就想到什么？哦，咱爱结果子对不？就是要表示要干嘛？带人来信耶稣对不？是不是啦？你们都没有这样被问过，我都常被问啊。陈世豪牧师，你结了几颗果子？啊嘞，有没有啊？你都有没有听过啦？没听过。那个徐雅婷牧师，你结几颗果子？没有果子，哈，我可能有一颗痔疮，哈，没有结什么果子，哈，对不？常常就很多人问说：“哎呦，恁这无事拢无结果子啦，吼，我拢结这侪吼，我带这侪人来信耶稣，恁拢无带半个人信耶稣。”其实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对旧约到新约，结果子拢不是这个意思。无你想看觅啊？耶和华上帝敢有叫以色列人传福音？耶和华上帝敢有叫以色列人传教？犹太人有没有在传教啦？
没有啦。所以你这个想法在犹太人是无效的啦，他们绝对不会想成耶稣的讲应该结规矩，犹太人绝对不会想成说我要去干嘛，要去拉外邦人来变成什么犹太人。犹太人根本看不起外邦人，信不信？好，因不去传教，他们才不会传教。所以这里结规矩什么意思？不是传教，不是要有人来信耶稣。传教入来，安尼结规矩什么意思？哈，与上帝和好。哦啊，这个讲得太抽象了。什么叫做与上帝和好？各位兄弟，你讲，哎，我跟上帝做好的哦，要信无？有要安那讲，互恁清楚我甲上帝做好。即马若行出去，外口落雨，恁拢淋着，我拢淋袂着，安尼是毋是啦？啊，我行过所在拢无雨。我跟上帝关系之后，要安怎表达啦？各位兄弟，我跟上帝关系很好，要怎么表达？各位兄弟姊妹，恁跟上帝关系有好无？有好无啦？拢无人要应我，到底是有好无？有吼，哦，啊是安怎好法？啥？哦，爱邻舍。是啊，吼。其实跟上帝关系好，会表现在你迄个性命品质的养成呐。好，所以你若到新约的时阵，其实保罗拢讲啊足清楚啊，讲基督徒咱大家有圣神所结的啥物货？规矩嘛。伊讲圣神所结的规矩，伫加拉太书第5章，它有一个比喻，伊讲安那。圣灵结的果子有什么？仁爱、喜乐和和平。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因为我最没有节制，我最想要讲节制。这9个不是9颗果子呢？然后有当时啊画图就画一棵树，然后上面画什么？9颗果子，安尼个写起来，不是。现在叫保罗希腊文的写法是1颗果子，它是单数，一粒果子，圣神的结果子，迄个果子有安那？有这种不同丰盛的品质，就是讲咱的生命同时会有这些不同丰盛的品质出来。你讲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实、忍耐。恩慈、良善、温柔、信实、节制。你讲这的品质要显现伫对？讲我一人行出来，你就看到我顶面有9粒，咚咚咚咚，安尼是不？是不是？这里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安尼，是不是啦？不是啦，这些特质就是会显现伫人甲人之间的互动甲关系嘛，是不是？你可以从我的生活，我跟人的接触，看到我是不是有圣神所给的规矩。所以在讲的是这个意思，是咱生命的特质。英文若要讲的是 character， 就是咱生命的特质，迄个品质要展现出来。那这款的展现出来，不是很抽象的，是很实际的，伫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所显明出来，所以完全不是在讲你要救人来信耶稣，你要带人来教会，你要互人伫固定教会行洗礼，成做咱的陪参会员，完全不是咧讲这，完全在讲的是基督徒，你伫咱的生活顶面，迄个生命品质的展现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你拢听甲做烦，我知，我已经讲5档去啊，只要阁过1档啊。我拢一直讲，唔通想讲基督徒伫这个世间上重要的是要传福音，唔是。我真正敢甲恁讲，唔是。虽然我讲的甲其他牧师拢无同款，不是要传福音，是要什么？是要结果子。又不要把结果子又想成传福音，是你的生命要怎么样？有转化，
有改变，这是上帝甲咱放伫这个世上上重要的代志。啊，若有人因为咱的性命的款式，遐尼水、遐尼好，看到咱的性命有上帝的阳光、稳定、甲快乐，啊，伊要来接近咱，要来亲近上帝，这样子，你可以说，这样是在传福音。你不是特别想要传福音，而是咱的性命的典型本身就是在干嘛？传福音。所以你真的各位兄弟，你唔免去学，不用去学如何传福音，这拢唔是圣经的讲法。圣经讲来教示咱如何安那？我讲5档啊呢？如何什么？结果是如何生活啊？如何生活啊？各位兄弟，我跟你讲一件代志，我可能有讲过，我在查经班有讲过。咱周间的时间拜1、拜3、拜4，